來，這個拜五的暗時甲拜六的早起，是這粒風颱上倚近台灣的時陣。高中升大學的分科測驗，本地是這個拜六禮拜要來舉行，但是這擺為了確保着考生甲考務人員的安全，決定要來延期，要延到後禮拜一甲拜二。讀冊寫考題雖然無10年寒窗遮艱苦，不過為了理想的學校，考生的壓力攏真大。原本大學分科測驗定佇咧11、12，拜六禮拜考完就解脫了。不過今麥8位風颱要來，應變小組會議召集了相關單位討論之後，那我們是決定把原本在11、12禮拜六、禮拜天考的分科測驗考試延後到7月13、14，也就是禮拜1、禮拜2來舉行。教聯會公布確定考試的時間要延2天，社群平台CII叫考生鋪文鬧話，有人煩惱風颱若影響大，可能會擱延；嘛有人甲行程查圖調整狀態，嘛得咧延長。個考生注意到放榜的時間延5天，感覺到部分考生的時間真正是無濟啊。嘛有人大聲煩惱影響後續抽宿舍，閣有搶無課，甚至有人原本拆好機票，考完過當天就飛出國。今麥敢若會當緊急來解，就和其他的網友老話講，規期今麥就直接停課。因為考試延後了2天，所以後續的有關成績公布的日期以及相關的這個志願登記以及最後放榜的時間，也都會依序來順延。雖然考生是真反彈，不過8位風颱要來，考生甲考務人員的安全是第一考慮。這嘛是大學分科測驗頭一屆確定延期，就算造成無方便，嘛要請全國4萬的考生來配合。